转来关心国内消息，高雄又有建筑工地造成人行道落落，这地点是一个美术东义路的建案，因为这连锁壁破空，造成人行道甲围篱啊落落放弃。这市府是已经下令建商停工，交发交办。 怪手将起去搁落落的所在土石挖出来，准备重新回填。高雄美术东义路一个当地起的建案，18下晡因为基地连续壁出现包泥破空，造成建案头前的人行道路基崩落，就连建案边仔围篱的所在，嘛有一点仔起落落落。虽然土木技术工会等单位勘查了后，确认无马上的危险，但民众也是真烦恼。 毕竟常带小孩在这附近这样子绕来绕去啊，那也会担心，就是会不会影响这边的安全疑虑。为着监测人行道崩落的状况，美术东义路19透早阁有部分封起来，但崩落的所在已经有回填安稳图。大村建案边仔落落的所在，搁伫处理。前一天奉下令停工的建案，工人继续紧急做连续壁外口的止水桩。建管处透早到现场勘查，并会以建筑法对建商开罚9万。 我们会代由他提出复工的补强计划，以及现场紧急的补强施工完竣之后，我们会择期邀集相关工会技师来做一个现场的确认。 确认安全无虞之后，才会同意复工。建管处强调，等修复工程完成，而且查验无问题了后，才会予建商复工。但因为左营高铁站附近13嘛传出，因为建案连续壁破损，造成人行道崩落的状况。市府表示，这个月针对关老站、青葵澳等高风险的工地全面巡检，确保工地安全。记者陈环宇、面交管高雄报道。